係早晨嘅，我睇翻香港嘅股市啦，咁上個星期咧都恒生指數國企指數咧都超過1% 嘅升幅㗎。咁我哋睇翻上個星期五啦，美國嘅股市咧做好嘅，主要係個就業市場嘅數據咧係比預期強啦。咁咧亦都令到即係港股嘅即係喺美國嘅收市咧，亦都係有進一步上升嘅。咁踏入今個星期翻嚟，我諗首先喺經濟數據方面咧，中國會出一個。今個星期會出7月份嘅主要經濟數據啦，今日會出一啲出入口嘅數字啦。到咗聽日咧係會出一啲通脹嘅數字，而去到星期五咧係主要啲即係零售啊、工業生產啊同埋啲固定投資嘅數據。咁呢方面嘅數據咧，我諗對市場亦都有影響嘅，咁投資者可以留意嘅。咁另外就係睇到美國數據個就業數據強勁之後咧，再睇翻中國嗰個外匯儲備咧，7月份咧係即係只係輕微減少到去大約係32,010億美金啦。咁比6月份嘅數據只係跌咗0.1，亦都係顯示咗咧中國嘅外匯嗰個儲備咧，其實過去幾個月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穩定嘅階段。咁加上咧上個星期咧英國同埋澳洲咧都有減息嘅情況，咁所以咧咁多個消息集合埋一齊咧，我哋會睇到人民幣會相對上會即係偏強嘅。我諗短期嚟講嚇，因為澳洲同英國嘅減息同埋外匯儲備比預期好，咁都會對人民幣有個匯率係有個支持嘅作用。咁我諗短期嚟講咧，對一啲人民幣資產比較厚嘅公司咧，可能會係有受益嘅。咁事實上我哋睇到咧最近呢個星期咧中港嘅地產股咧都相對上係強勢嘅。咁所以我哋短期嚟講咧，我哋覺得咧中港嘅地產股咧係可以睇高一線嘅。香港方面固然因為我哋睇到中原嘅樓價指數喺7月份咧差唔多有2% 嘅升幅啦。咁好明顯即係近期香港嘅樓價喺6、7月份咧係有一個明顯轉勢嘅跡象，亦都睇到喺一手市場個成交量咧係有明顯嘅改善。咁所以咧呢個消息亦都係可以刺激到本地地產股嗰個升勢嘅。咁唯一比較隱憂嘅，我諗就係今個月咧就大家知道啦，中資股咧係會公布咧即係上半年嘅中期業績啦。咁喺業績方面，我哋相信就唔會有太大嘅驚喜㗎啦，因為始終個別有啲公司亦都因為油價下跌同埋上年咧，即係嗰個股票市場嘅狀況嘅情況咧，係令到今年上半年嘅企業盈利係相對上差嘅，尤其是一啲石油類嘅股份啦、保險以至啲證券券商嘅股份咧，其實中期業績都唔會太理想嘅。咁所以咧業績方面咧，可能對即係中資類嘅股份係會有影響。咁但係整體大市嚟講，我諗成個大方向就係隨住美股咧，即係做好啦，接近新高啦。咁其實港股今個星期做好嘅機會都係比較大啲。咁恒生指數有機會向前期嘅高位22,300點咧係突破嘅。咁但係短期嚟講，上升嘅幅度我相信就唔會太多，因為始終睇到經過7月份嘅大幅上升之後咧，其實港股嘅上升嘅動力咧，其實都唔係太強，成交額亦都冇太大嘅變化，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唔係有太多嘅資金流入本港市場，咁但係短期嚟講，隨住美股外圍做好咧，其實市場嘅氣氛係相對上係正面嘅，咁所以整管嚟講，我哋覺得就個別板塊方面就係中港嘅地產股可以留意下咯。咁今日要講嘅就咁多，多謝各位。